八字中日元代表自己，日支代表配偶，日柱的组合决定一半的层次。日柱中日元没有被反复冲克，日支没有严重的刑冲迫害，一般都有不错的人生。如果日柱符合下面的条件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将有上乘的人生，或者叫富贵人生。请欣赏上乘的组合。感谢观看，点赞、分享、留言，我将继续努力。